呢個小鎮真係古怪到極，每日接近黃昏，警長就會拎住個鈴鐺，提醒街坊快啲返屋企。餐廳嘅客人就算未食完晚飯，都會被侍應趕走，因為佢哋就快關門。大家好似已經習慣，一到夜晚就留喺屋企。佢哋關實門，仲喺窗口掛埋符咒。小鎮嘅夜晚究竟會發生咩事，令到所有居民驚到咁樣？唔使急，好快就知。呢個男人因為喺酒館飲到唔識醒，屋企人等極都等唔到佢返嚟。眼見黑夜就快來臨，佢哋唯有關門，同埋關埋所有窗。當老婆喺樓下檢查有冇漏嘢嘅時候，獨自留喺2樓嘅細路女突然聽到木母喺窗外叫自己。細路女諗都冇想就打開窗：我好掛住你啊！當阿媽上到樓上嘅時候，已經太遲㗎。第二日朝早，醉鬼男人行出酒館返到屋企嘅時候，發現門口企咗好多鄰居喺度議論紛紛。警長史蒂文好嬲咁從佢屋企行出嚟，張口鬧緊你就係個唔負責任嘅老豆，跟住就扯住佢上樓上。一眼望到嘅係佢個女慘不忍睹嘅屍體。飲醉酒嘅老豆即刻癱喺地下，忍唔住喊到拆天。呢個係佢嘅不幸，亦都係成個小鎮嘅噩夢。警長史蒂文跟住離開間房，喺門口發現跌咗喺地下嘅符咒，輕輕嘆咗聲就塞咗入褲袋。之後佢去到位於小鎮邊緣嘅群居屋，棟樓住咗好多無家可歸嘅居民。警長個仔埃里克都喺度，兩父子好似有啲拗撬，空氣中有啲尷尬。警長想叫個仔去參加琴晚死者嘅葬禮，但係對方好似有啲抗拒，話自己好忙，唔想去。畫面一轉，呢個叫 Jim 嘅男人揸住架房車，準備同屋企人去木湖度假。佢哋原本對接下嚟嘅旅程充滿期待，直到見到棵倒下嘅大樹攔住條路。Jim 帶住屋企人落車睇，佢哋兩公婆再加埋年紀細嘅仔女，明顯搬唔喐棵大樹。突然間有隻烏鴉飛上枝頭，跟住越嚟越多烏鴉飛埋嚟，喺佢哋頭頂度打轉。老婆俾人殺咗，個心寒寒地，急急腳叫老公開車走人。Jim 疑惑咁望咗眼啲烏鴉，但係唔知佢哋嘅噩夢就快開始。壓住車嘅 Jim 本來諗住兜路去路虎，但係呢度太偏僻，電話一直收唔到信號。佢哋唯有揀另一條路繼續行。唔覺意嚟到個古怪小鎮，路邊隨處可見嘅報廢車，好似預示住啲乜。正在參加葬禮嘅小鎮居民好快就發現呢架陌生嘅露營車，全部人齊擦擦望過去，見到對方竟然停低車。警長口搣咁鬧咗句，叫大家同以前一樣，千祈唔好亂講嘢。Jim 落車想問路，點知對方個個好似見鬼咁，避之則吉。得警長走過嚟同 Jim 講，叫佢順住條路一直行，就可以上返高速。Jim 覺得呢度嘅人好古怪，只係想快啲離開呢度。但係佢哋唔知更加詭異嘅事正等緊佢哋。呢家人揸車喺個古怪小鎮嘅唯一公路上，本來諗住穿過小鎮直接上高速，點知揸咗半日竟然又返到小鎮。個男人疑惑咁停低車想問路，對方竟然一言不發咁走開，佢只好繼續揸車。老婆同仔提醒話，可能係唔小心揸咗上岔路。於是個男人更加小心，一路不停咁四圍望。今次佢好肯定駕車一直直行，結果又係返到小鎮。Jim 嚇到成身冷汗，即刻將露營車掉頭，睇下可唔可以原路返。鎮上嘅黑人警官好似一早預料到呢一幕，吩咐副手話係時候準備架生。一路返去，老婆仲喺度大叫冇可能，肯定係 Jim 錯過咗路口。突然前面有架車迎面駛過嚟， Jim 急轉軚避開，露營車直衝向路邊。過咗好耐，司機 Jim 慢慢醒返，佢俾條樹枝卡住，全身喐唔到，逐個叫屋企人個名，得個呂小麗應佢。Jim 有啲崩潰，心裏面默默祈禱救援快啲到。另一邊出事嘅車情況稍微好啲，只見到司機搖搖擺擺落車，慢慢行向前。呢個時候，黑人警長同副手喺度佈置路障，佢哋一直都係用呢種方法。
解決外來車輛喺小鎮兜圈嘅噩夢，見到受傷嘅司機行過嚟，先知道前面發生車禍。警長叫副手送傷者去鎮上診所，自己就跑向事故現場。第一眼見到嘅係出事嘅私家車，估唔到裏面仲有位乘客。見對方懵盛盛咁，警長斷定佢肯定食咗藥，於是將傷者挨喺車邊，等後面嘅救援。跟住佢又走去露營車嗰邊，了解完 Jim 一家人嘅情況之後，史蒂文走入露營車裏邊，準備扶佢哋出嚟先。另一邊副手送傷者去診所之後，開車帶埋醫生，準備去事故現場支援。中途咁啱遇到警長個仔埃里克急急腳，同佢講：你老豆喺樹林度救人，快啲過嚟幫手。一開始埃里克有啲唔想去，但係副手提佢就快天黑，佢急急腳跳上咗部皮卡車。一班人好快就到咗目的地，先幫石若男簡單處理下傷口，跟住就快啲走過去房車嗰邊。而家 Jim 嘅老婆同個女已經被救出嚟，好彩佢哋都冇乜大礙，只係嚇親過度，有啲虛弱。最麻煩嘅仲係個仔 Jimmy， 佢大埋俾抬角揭穿咗，雖然冇傷到大動脈，但係短時間內都冇辦法送佢返鎮上。如果喺樹林過夜，同送死冇分別。警長即刻決定先送 Jim 同老婆個女返鎮上，但係 Jim 一家人就話點都唔會丟低個仔。警長最後讓步，俾 Jim 留低陪個仔，虛弱嘅老婆同個女一定要跟副手返去。當其他人走晒之後，警長有啲不安咁望住就快黑晒嘅天空。好彩佢手上有塊符咒，係朝早喺酒鬼屋企執到嘅。警長小心翼翼將佢掛喺房車嘅窗上面。Jim 有啲唔明咁望住對方。警長解釋話呢塊符咒係用嚟保護房車安全。呢個時候，副手同 Jim 嘅家人正趕去小鎮嘅路上，但佢唔記得咗朝早同警長 set 好嘅路線。今次真係大鑊，睇住天開始黑，房車入邊嘅警長關晒所有門窗之後，開始緊張咁望住車外。幾個人影慢慢由樹林深處行出嚟，好似鬼魂咁漸漸接近房車，跟住敲門聲響起。Jim 以為係援兵到，正想去開門，但係俾警長死死攬住，口裏面大叫佢哋唔係人。開門大家就死硬，直到敲門聲消失，警長先放開 Jim 就呆咗喺度，唔知頭先發生咩事。另一邊，副手帶住 Jim 嘅屋企人撲命跑去全居屋。石若男唔小心跌低，助手只好扶住佢趕路，好辛苦先到門口，發現大門關咗。因為群居屋入面嘅居民都好緊張，夜晚唔開門係佢哋深入骨髓嘅警告。埃里克嘅女友想強行開門，但係俾個大漢拎槍攔住。好彩屋主唐大嬸及時出現，大聲飲住我哋唔可以見死不救。呢個時候，屋外嘅人發現轉角位行過嚟幾個樣貌古怪嘅陌生人。小麗認出眼前唔係自己男友咩？正想行上前嘅時候，被副手一手拉住。好彩房門及時打開，眾人好似逃命咁衝入屋。唐大嬸發現人堆中有幾個陌生面孔，大聲叫佢哋趴喺度。石若男好似覺地暈低，小麗母女就被眾人綁住雙手，顯然佢哋嘅危機仲未結束。一間獨立房裏面，唐大姐確認 Jim 嘅老婆被殺，唔再激動之後，解開咗對方嘅繩索，話呢個係嚟到群居屋嘅每位新人必須要經過嘅流程。跟住就開始講被殺有關小鎮嘅古怪之處。You believe in monsters？ 房車入面嘅 Jim 同樣好奇，外面嗰啲究竟係咩嚟？而家雖然佢哋唔再敲門，但係聽聲明顯仲喺四周徘徊。醫生嘅情緒開始激動起嚟，佢想去睇下符咒係咪牢固。警長連忙攔住佢，千祈唔好受蠱惑做出蠢事。醫生費咗好大功夫，先慢慢冷靜落嚟。警長叫佢將注意力放喺個細路身上，唔使理其他嘢。呢招真係有用。外面嘅嘢似乎已經走咗。醫生準備好之後，開始幫個細路取出身上嘅桌腳。群居屋入面嘅唐大嬸開始講翻自己嘅經歷。佢同妹妹
3年前都遇到過橫臥喺路中間嘅大樹。比 Jim 一家人更慘嘅係，佢哋到小鎮之前已經天黑。唐大嬸眼白白睇住自己個妹，俾惡魔用殘忍手段折磨致死。佢好彩匿喺灌木叢先逃過一劫。後來佢就整理出呢間群居屋，專門收留同唐大姐一樣被困喺小鎮無家可歸嘅外來者。至於惡魔嘅來歷，連小鎮嘅神父都解釋唔到，但只要夜晚關實門窗，同埋將符咒掛喺床邊，惡魔就害唔到人。成個被殺過程聽落好似天方夜譚，作為無神論者嘅佢，一時之間根本接受唔到呢個事實。我信之後嘅經歷一定會令佢改變睇法。以上就係《夢魘絕症》第1期嘅內容。呢套係今年最新推出嘅懸疑驚悚劇，劇情緊湊，懸念一個接一個，相信整體質素唔會差。中意嘅朋友記得繼續追看。新劇開播，請大家幫手多多點讚同轉發。